会想看直播，也是咧世界大家拢想看咱的直播的礼拜妈妈，身体勇健，身心平安，灵命兴盛。这时，咱要用诗歌来陪伴咱的心，请看信诗15首。信诗15首。万有光明极美丽，万有光明极美丽。咱用祈祷的心，用感谢的心来念歌词，来请。万有光明极美丽，画面无论大小，上帝创造这万类，充满奇妙智慧。春天烧热的太阳，秋天所吹凉风，园内诚实的果子。逐项是主做的，煞只咱要搁转来万有这节哈，这是一个副歌，所以一直爱念几落遍，搁一遍来万有来。万有光明极美丽，画面无论大小，上帝创造这万类，充满奇妙智慧。第三节，细蕊草花拢在开，主造因设伫水。细只鸟仔在吟诗，制作细细的诗。搁说万有极光明极美丽，画面无论大小，上帝创造这万类，充满奇妙智慧，使咱目睭通观看，互咱喙唇唱歌。主大关联着传播，伊做万有极好。各万有光明极美丽，画面无论大小，上帝创造这万类，充满奇妙智慧。充满奇妙智慧，天烧热的太阳，秋天所吹凉风，园内诚实的果子，逐项是主造因，万有光明极美丽，画面无论大小。上帝创造这万类，充满奇妙智慧。细蕊草花拢在开，主造因设伫水。细只鸟仔在吟诗，主造细细的诗。万有光明极美丽。画面无论大小，上帝创造这万类，充满奇妙智慧。虽咱目睭通观看，互咱嘴唇唱歌，主大关联着传播，伊做万有极好。画面无论大小，上帝创造这万类，充满奇妙智慧。煞只咱要看505首，505首，我要重述。这个歌词真水，是真好的一篇祈祷文。咱永远搁爱用真诚实的心灵、的祈祷的心来念这个歌词，真做咱的感谢。来，请我要忠实，无辜负人的信任；我要纯真，因为有人关心；我要坚强，面对世间真苦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第二节。
我要疼人，无分对敌甲朋友。我要施舍，信心无求报赏。我要谦卑，在我身心真软弱。我要仰望学主疼人喜乐。我要向上，学主无忧赞人。即句我要向上，较特别哈，咱来使来唱较注意，咱搁念一遍来。我要向上，学主无忧赞人。再来第3节。我要祈祷，是欠无天来祈祷。我要尽意，亲近天父宝座。我要专心听上主细声招呼。我要坚强，坚信应得救主脚步。我要坚信应得救主脚步。我必忠心，无辜负人的心意。我必顺境，因为有人关心。我必坚强，面对世间的苦难。我要勇敢，去互人心甘乐。我要勇敢，去互人心甘乐。我要听人，无分对敌甲朋友。我要施舍，诚心无求报酬。我要谦卑，在我心心真软弱。我要仰望，学主疼人喜乐。我要向上，学主无忧赞人。我要祈祷。我要祈祷，是客无天来祈祷。我要尽意，亲近天父宝座。我要专心，听上主细声招呼。我要坚信，应得救主脚步。我要坚信，应得救主脚步。同心敬阿妹。这平安，感谢主吼，伫母亲节这个主日，互咱一家家己网络做阵来敬拜上帝，祝全体的甲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咱要开始下今日敬拜，请奏乐。
万军的耶和华，你徛起的所在怎样才通意爱？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到分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我的上帝求救。万军的耶和华，我靠你的人有福气。咱最近来个咯，吟圣诗15首，万有光明极美丽，请起立。咱做阵阿头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你是掌管万物、万权能的主，你想赐予阮的是目睭未捌看过，耳仔未捌听过，人的心未捌想过。你讲有就有，你的命令徛在，你予日方的计划归伫空空，予正百姓所想的拢无效。独独你的计划永远徛在，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原知阮是土份所做，你的恩典高雅温用。虽然阮为年初甲即个时阵，即个武汉肺炎一直砍伫阮人的头顶，每工阮听到拢实在的信息。毋过，阮也看到咧海边的海鸟、海龟，靠咧规片人大的所在，有狮、熊、虎豹伫遐咧晒日头。天顶白云一领搁一领，空气变生气。阮就知，阮也要学落你，阮也要感谢你。全世界5万元的主，求你怜悯医治阮全地。感谢你的看顾，怜悯阮台湾，阮为即届病情的控制，感谢你。求你继续看顾，互阮每工辛苦伫遮服务阮下衰政府官员、医护的人员，拢有气力，会当来处理阮在逐工的病情，甲国际这的事务。互阮的国家的处境会当更加宽阔。阮得罪了你，求你怜悯。阮知阮伫即世间有苦难，毋过伫你内面有平安。感谢你为十字架顶来的救赎。感谢主，奉你的名所起造阮树林教会的教育馆已经阮摕到使用执照，内总也要开始。万项代志有你的时，求主你继续看顾，保守阮伫遮咧施工的工人进出拢会当得到平安，也求你纪念姐兄姐出钱出力，就是要掠你最大，要高举你的名的。求主大大兴旺这个所在，互教育馆食做福音的出口，做阮兄姐大家甲树林这地区的帮衬。
感谢主，你转领阮伫这全世界拢咧少年母亲节的这主日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求你特别看顾阮规年辛苦的妈妈，互因的心灵拢有你同在，有你遐来的安慰。也求你高保阮敬听的科牧师的嘴，刺插伊的心，互伊要传讲的信息，阮听甲讲的，拢有当得到利益。感谢你的保护，来遮看阮，洗清阮的罪，愿为会今日的聚会为头到尾献上互你，请你降阮三角平地。阮答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咱做阵来祈祷。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即正。第二，亲日的天日，第四会拣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国、权能、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非常谢谢。咱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做阵来。伊着真心、真性、真意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是三亲像是国，你着顶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也身体所不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安尼三听。你若三听，情人，你是我的学生。咱做阵来启用启文第37篇，箴言第23章。启文第37，箴言23篇23章来，我启大家来用。我的囝，你的心若有智慧，我的心会真欢喜；你的嘴若讲正直，我的心会真快乐。毋通嫌善歹人，就不时敬畏上主，将来一定有望。你的望会福气。我的囝，你着听，着有智慧，你的心也正直的路，着听叹生你的老爸，你的父老的时嘛毋通看轻伊，着买真理，毋通卖。嘛着买智慧为教士甲明理，正直的人的老爸会大快乐，人生着智慧的囝，会因为伊大欢喜，着互你的父母欢喜。互你的父母快乐。我的囝，着将你的心交托我。目睭着注意看我的道路。咱来最近来共读圣经，伊讲圣经节有两个所在，第一节是箴言23章24节甲25节。箴言23章24节，义人的老爸要大快乐，人生着智慧的囝，要因为伊来欢喜。你着互你的老母，歹势，你着互你的父母欢喜。互生你的母快乐。第二节，以弗所书6章第2节、第3节，着尊敬你的父母，要互你形通长岁寿伫世间。求主帮咱，互咱读搁去行的人。或者咱要赞美，咱应该赞美的，看有2首简良花，甲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咱非常请起立，咱做阵来吟。我
会疼比山较悬，比海较深。这个温情永远讲袂尽。海水会干，石头会烂，我要感谢主的疼。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改变。风雨这呢大，风也这呢大，有你同在无忧愁。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相作伴，我日头顶行，充满温暖的微寒。爱做月光，石头的烂，你的疼无变化。甘愿为我受尽大磨，将我当作你幸福。爱做月光，石头的烂，你的疼无变化。阮情这我怎样感谢？你心爱的掌心我。爱做月光，石头的烂，你的疼无变化。甘愿为我受尽大磨，将我当作你幸福。爱做月光，石头的烂，你的疼无变化。阮情这我怎样感谢？你心爱的掌心我。阮情这我怎样感谢？你心爱的掌心我。非常谢谢。正道今日题目是心愿，咱请何博士。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亲像咱拄啊同齐最近来吟这乌鲁的诗歌，一方面咱将这款的乌鲁献给上帝，但另外一方面嘛伫歌词的中间，搁深深来体会，踮咧这人世间同奥妙、同歹解释，但是咱逐个人拢会经历的，就是迄个疼。我拄啊第一场礼拜刷的时阵，我问过两个长辈，为什么康乃馨台语叫做？为什么叫煎娘花？翻译念袂起来哦，翻译念袂起来。啊，尾仔才发现一项，康乃馨历史较短，煎娘花历史足长的哦，对无？台湾的社会啊，无母亲节的时阵，细汉我编这个红色的花，礼拜刷出去哦，哦，都好挣扎啊！规条新店街啊，无一个人编花，干那哩编花，啊，佫double的，佫编红花。你看想法，迄50多年前迄个时代哦，一个double囡仔吼，啊加在，毋是干那我一个，边仔佫有啥？无啦，阮迄阵哪有无师娘啦？6个7个咧，哪有无师娘？迄个时阵边仔佫有啥物人？我3个阿兄。3个阿姊，所以吼加在一群人较壮大，6、7个吼行喺路的吼，啊，大家拢编一蕊煎娘花，毋是像即款的，迄阵那是啥物款的？真的康乃馨，真的康乃馨。那个时候50年前5、6、3前是真的康乃馨，而且迄拢着爱静啊，教会着爱静啊去拜托花店吼，讲恁着爱准备这，啊无吼一般人咧插花外口，无人咧用即款花，较无人花。啊，迄阵啊嘛毋知影讲叫康乃馨，就敢若讲知影讲这叫做煎娘花。有影，这实在是一个奥妙的疼，百味杂陈呐。讲着妈妈，讲着爸母甲囡仔的关系，迄实在是足复杂的。迄敢若吼，敢若恁兜家己了解了尔，对无？吼，甲你的囝儿啦，甲你的孙啦，甲你的妈妈，迄款的关系吼，敢若你家己会当去体会。不过咱渐渐行的时阵，咱也通去
嘛为着即马即个世代要紧来祈祷。马太福音一开始伊的记载甲路加无共。马太福音第1章记载2项事，第一项事是咧讲到耶稣的出世，伊按亚伯拉罕记载甲玛利亚生耶稣，这是第一段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2段就是咧讲耶稣出世啊，天使话，然后约瑟玛利亚将耶稣生出来，这是第1章。第1章刷了后，第2章马太福音第2章。马上讲到耶稣出世所帮着几项代志。第一项有几哪个博士、几哪个有智慧的人对东方来，摕礼物、黄金、乳香、木药来去甲耶稣面前。咧讲到这个记载，咧讲到了撒冷的王希律惊一个，要一出世就要做王的，除了阮囝有啥？啊，竟然讲有一个是出世要做王的，已經出世啊！这对东方来有智慧的人讲到这款的代志，讲预言已经成，伊真紧张。所以马太第2章记载希律甲遮个咱讲博士啦，吼，的一个对话讲：安尼恁紧去找着甲我讲，我通来甲拜。伊若要做王，我来甲拜。这几个博士因就行另外一条路转去。马太第2章记载一项。这个希律王等半年、等1年、等年半，那这3个博士走去倒，拢无来甲我报告。一听讲已经走去啊，下令将伯利恒几岁以下的查甫囡仔拢杀死。下令将伯利恒所有2岁以下的查甫囡仔拢杀死，免得迄个要做王的吼来抢阮囝的位。无想到就讲，伫即项代志前几工，天使甲约瑟、玛利亚讲，因带耶稣已经离开伯利恒，已经去到埃及的所在啊。所以伫个信仰历史顶头，咱讲到拉结伫天口，拉结是雅各的某，伊死的时阵埋葬伫什么所在？创世纪讲，伊死的时阵埋葬伫个以法他，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所以咧讲到拉结伫个天口，就是咧讲到伯利恒才做老母的，因为因的囡仔无去啊，去互希律屠杀去啊，所以这伯利恒的老母心情真艰苦，无受安慰。不管你安怎甲安慰。这中间点的拄掉，就是因无受安慰，无要接受安慰。为什么？因为因的囡仔无去啊，大意讲无去啊，不在了，就是拢死去啊。咱踮伫个武汉肺炎疫情这款的气氛里面，咱虽然看到台湾特别上帝保守，咱遮案例少，死的人也少。不过咱常常感觉迄款心内惊吓吼，比这款的天口搁较严重。咱敢若亲像安尼，真侪受阻挡。有一个姊妹讲，牧师啊，其实哦，除了惊以外吼，我发现我大部分的行动拢共款的。我讲什么意思？讲有影呢，看拢会惊吼。啊，毋过去超去市场嘛去，去华龙街嘛去，啊，食饭嘛共阮去，吼，啊去银行嘛爱去吼。我讲啊，是你影响着敢若什么？伊讲敢若一项，影响着啥？影响着啥？敢若影响无去做礼拜啦。银行共阮去，餐厅共阮去，超去市场去。牧师啊，我哪会做礼拜毋敢去？兄弟姊妹啊，包括电视兄弟姊妹，咱这个功课家己扛。为什么我银行共阮去，邮局共阮去，华龙街共阮去，对吧？啊，我嘛是拢爱去买鸡翅啊，走到美伦街去。哪会干那做礼拜？讲疫情的关系，我无要去。学校共阮去啊，阮孙去幼稚园，我嘛共阮带去呢。伊讲牧师，我哪会干那教会无要去啊？我讲，这你来问啊，你若问我，我讲欢迎光临。我徛伫我的立场，徛伫教会立场，我讲欢迎光临。为什么你？伊讲对呢，我爱认罪悔改，我干那教会毋敢去。如果若这阮妈妈讲的吼。我妈讲，如果若去教会，就去上帝遐吼，同好。
我唔敢安尼讲哦，因为人讲牧师无安尼凊彩讲。毋过吼，这是即个姊妹咧甲我讲吼，逐位我拢照常去，哪会偏偏敢若教会毋敢去？是啦，伫必利行的老母踮咧祈求。人对人世间的角度看生命的时阵，就会限制伫即个所在。但是咱知影马太福音要甲咱讲的，踮咧必利行的遮的老母，因祈求，因为因的囡仔互抬死啊，互希律王抬死。诗篇30篇甲咱讲，规暝虽然有啼哭有目屎，但是透早起来安怎？就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上帝，伊要保守要引带，互咱一个新的眼光、新的开始，一个新的一日。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即款武汉肺炎疫情的中间，你会当保持对圣神遐所来真理的道路活命，通互咱会当往前来跑走，逐日拢享受上帝所予你迄款的欢喜。那安尼时阵，咱甲咱的生活发现到台湾其实学习到啊啦，这叫做新生活运动，对吧？新生活运动第一摆出现，这个是当时恁有印象？迄已经40-50年前啊呢，足好在哈，足好在。所以咱因这加一项叫做防疫，这个其实是足需要。无这个新冠病毒的关系，咱犹原共款，嘛着爱学习，转来练习洗手，应该大声戴嘴安，也是讲距离。好好势、体温等等，然后应该出外行行的三甲聚会，这咱拢会当安尼照常来。不过，咱家己注意更较侪，家己的清洁、自我卫生的控制。咱听到真侪老师的分享，这2个月伊的学生食药会较少，请假会较少，拍卡枪会较少。即摆囡仔大家拢知影要洗手。还真讨济，唔是讨济，佮都爱唱2次生日快乐，手早叫做水了，所以水就一直流，2次生日快乐。毋过安尼，颠倒互手较清气，唔拄好安尼摸这摸起来，摸到面背去染着即个感冒啦，啥等等这镜头。但大家最近学习这个新的生活，包括咱新的心灵。咱今仔日踮咧母亲节的中间，咱嘛望，我一讲，一开始有讲这是也是真复杂的关系真复杂的关系。捌甲大家分享给我的妈妈，我的妈妈伫2004年的时阵安息，12年前，伊的安息，到我即摆我阁会记得迄个情形。我早原主麻糍转去互食，原主麻糍比易志轩的阁较大粒，这早转去新店，就伫迄个中间，有一个挑战，一个功课。嘛，伫迄个功课的中间，迄经验，上帝到底伫咱的人生中间，咱看做是意外的，伊怎样伫迄中间，互咱看做伊意内，伫上帝旨意内面，伊所要行的事。所以咱才会当更较深体会罗马人书8章28节咧讲，上帝互万项事三合来，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是他所预备的。上帝备办好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然后咱要去经验到伊互万项事三合来，互咱属于伊所听的囝儿，你拢要得到利益。所以对伫母亲节这个角度，咱要看到前面今仔日所读的这2段经文，在甲咱讲到真要紧的功课。咱要最近来对做事岁的角度，做父母的角度，三角来想心愿。大家人拢有无同款的心愿。心愿一般来讲，是你对一项事、对一个人、对一个头前的代志有一个期待，对心内所产生的愿望。心愿，大家都会有一些心愿，对人、对状况、对情形，你也有一寡心愿。不过，在讲到心愿的时候，常常是投射在对方，就期待头前的代志较好势，就期待我们的老板可不可以像那个老板一样哇，碰到疫情你等到加发奖金，互大家唔免惊吓咱常常将心愿投射伫对方。
不过伫母亲节的今仔日，咱毋忘学习，将即个心愿提倒转来，放伫对家己的期待。那呢，做囝儿是谁？也是做妈妈，我特别甲写爸母。哈，母亲节的时阵，毋是干那妈妈，包括做老爸、爸母，咱的祈祷到底是甚么？所以，若讲到做囝儿的心愿的时阵，我印象同深的，就是这首诗歌所咧讲的减量会。咱因为疫情的关系，有真侪兄弟姊妹袂当到礼拜堂来做礼拜，所以咱过去教会伫个母亲节拢会送妈妈礼券哈。啊，今年因为有真侪人袂当来，所以咱今年小会就决定讲无要送即个礼券，吼，免得有真侪妈妈袂当来，啊，咱也无法度一个一个去送，所以今年就决定无。毋过少年团契，伫顶礼拜开始就真认真啊，踮咧聚会时阵。即马还阁在继续，因为还未完成哈。因吼准备一张，就是这张，所以咱要送互在座所有妈妈，咱转去的时候会当阁一摆看这首诗歌。除了这以外，因阁还有一个心哈，你转去看你拍会开袂哈？做妈妈。第三项，因阁写一张小卡片，少年团契哦，大家人讲写一张小卡片。关怀曙光部讲，我少年人都知影安尼，所以关怀曙光部吼，走去买面线，啊，要互咱今仔日在座所有妈妈，有一个妈妈讲，哦，真好，啊，毋过转去还不是要我煮，所以哦，现场妈妈今仔日面线摕转去哦，恁毋通负责煮，摕互恁翁，还是摕互你的囡仔，摕互什么？这细辈吼，这。叫做迄个金龟面线吼，南瓜面线，啊，囡仔煮。所以咱少年团结关怀曙光部啊，准备一份细细礼物，但表达心意，啊，关心咱所有妈妈，尤其是这张减量花这张，伊内面的歌词吼，实在是表达出来咱所有做囝儿这款的心愿。出来记一开始，咧讲到性命关系。受造的人甲创造的主中间的关系，受造的人伫个伦理、伫生活关系中间应该有会结连甲互动。中间讲到，台语安尼讲，红一辈来，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得着久长。这个是咱所看到10条街中间真要紧。伊的一个提醒，这群人，若要照圣经讲，几十万，有人讲上百万的人，当因离开埃及了，踮咧旷野，看起来敢若乌合之众，所以毋那干那着爱甲因一个支派分别好势，佫着爱互因会晓踮伫咧团体的生活中间有规矩。即款的规矩，这群人因踮咧西奈山。通过上帝所拣选做因领袖的摩西，或者希伯来人，有遮的律法，有遮的诫命，这诫命诚做生命中间的规矩。咱每一个人拢有这款生命的规矩，无论是你对学校学到的，对爸母遐，对家庭，所以因对伫天父上帝遐所领受的，就是10条诫中间真要紧的咧讲，就要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这是所有的诫命中间有包含要互你祝福的，其他的诫命拢讲了，你照你行。但这个诫命，你若照你行，伊要互你踮咧地面上的日子得到久长。这个得到久长，毋是咧讲食饱哩。这个得到久长，原底伊咧讲的是要互你踮咧地面上的日子得到丰富、多元，经历着各种你的意外 surprise。要互你踮咧即个地面上的日子，如果你若孝敬你的老爸、孝敬你的老母，你要去经验着别人经验袂着生命中间的丰富。为什么呢？因为天父上帝是恩典满满，迄款的多样性，迄款的丰富，伫咧孝敬老爸、孝敬老母的时，你要得到即款的祝福。所以有一天，当有一个青年人好家来到耶稣的面前，伊佫是真敬虔的人，问耶稣讲。我着爱做甚物才会当进入永远活？主耶稣甲问着讲：啊，哪年咱的祖先所学习着生命的规矩，你会记得偌济？耶稣讲一句，就是孝敬你的父母，着听你的厝边亲像家己。主耶稣敢若提醒伊哦，
主耶稣听见其他有足多，即中间甲即两条甲夹斗阵，敬你的爸母，搁着爱疼，敬甲疼。对爸母爱有即款的敬，这个提醒咱所有做囝儿的，咱友好，咱疼惜，还是讲咱陪伴爸爸妈妈，即中间爱存一个真重要，迄个敬的心、尊敬的心，甚至敬畏的心。对伫家己的士大人，咱有即款的敬，这是耶稣互咱做囝儿应该有的一个祈祷甲心愿，免得有一天亲像即个诗，中国孔子有一届伫个学生的教导中间，咱常常会记的是第一段：树欲静而风不停，子欲养而亲不待。咱常常是会记的即个，但是伊规句咧提醒生命是往前行，袂阁倒转来，往前走，不来。而不来就不会过来啊啦，往前走不会再来，这叫做年啊，生命年，袂过去见着，就是亲人，爸母伊咧讲的亲爸母，已经是安息的爸母，袂过互你见着，所以伊咧讲着爱学习把握现在，在生一粒豆看赢，死后拜低头啊，在生一粒豆看赢，死后。拜低头，你甲咱讲到这个，咱来好好把握，这是做囝儿对咱家己的一个学习甲提醒。所以拄仔咱所读的箴言，咱最近用台语来读，尤其是第一段哦，是咧讲到人生着智慧的囝，毋是咧讲人生。咱若读圣经的时阵哦，来，咱最近读下一遍来，义人的老爸要大快乐，人生着智慧的囝。要因为伊来欢喜，你伫互你的爸母欢喜，互生你的老母快乐。要互咱要敬，要尊敬，要敬爸母，伊咧甲咱提醒。当你若互阿公阿嬷、互爸爸妈妈快乐，其实迄就是一个友好。什么意思咧？咱啊，亲像咱7家拢会踮咧即个所在办幼新的毕业典礼，即几年我拢坐伫遐。然后毕业典礼中间，咱会看到那个毕业生代表领毕业证书还是毕业生代表来致什么词安尼吼？我捌听到即个呢，有一摆我坐遐，佫一个毕业生代表来领什么咱请一个董事长落要赠奖，我听到后壁一个人咧讲，迄我的孙啊，迄我的孙啊，迄我的孙啊，即句话意思是啥？伊心内安怎？就是像这讲，互生你的爸母，互你的阿公阿嬷得到快乐，得到欢喜。咱对爸母的友好，其实迄个敬伫这个所在，毋是讲你照3顿互伊诚心定魂安尼吼，早起拍一个电话，暗时拍一个电话，是互伊会当欢喜快乐，与有荣焉。因为你所做的，一个6岁男婴哪会当做啥？但是阿公我欢喜甲迄我的孙啊，有影。你所做的，互你的士大人欢喜，这是咱做囝儿的对家己的一个心愿。要安怎互咱囡仔做？不管妈妈、爸爸有伫，虽然阮妈妈已经安息12年啊，阮爸爸嘛转去已经5年。毋过每一摆、每一项咧做时，若要讲阮阿公搁较早，毋过我拢会记咧。我是阿老伯的孙，我是柯宪宗牧师娘的囝。那你伫我的生活中间，要安怎互因？伫上帝遐又安欢喜又安快乐，这是做囝儿的心愿。咱倒转来想咱家己，那你先翻头来讲，做爸母的心愿的妈妈，我嘛已经做老爸啊，遐尼久。这母亲节，咱当然对妈妈的辛苦、妈妈的疼一寡感谢学习，但是我想讲，咱对爸母的角度嘛，最近来看，这是犹太人的话，上帝创造。每一个老母为着要照顾迄个囡仔，伊要照顾每一个人，所以就创造妈妈。伫今年2月迄阵疫情个真安尼混沌不明，奥斯卡颁奖照常举行。伫咧即中间有一个是叫做最佳原唱歌曲奖，意思讲即款歌是新创作的咱知新创作的。即条歌的名叫《I'm Standing with You》。伊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不可能的奇迹》。顶头
有咧一个剧照，就是这爸爸妈妈伊个囡仔下骹正平，这个囡仔少年人甲伊个同学踮伫个加拿大踮咧冰顶头咧溜冰，冬天的时阵，伊拢最爱踮咧湖顶头咧溜冰啊。但是有当时会出意外，就是冰有当时因想讲应该无问题啊，离开人沉落去安尼。当消防员来相等于甲救起来的时阵，已经死去啊！吼，规身躯安尼冰已经死去啊！即个老母踮咧边，踮咧救护车的路，踮咧边为即个囡仔祈祷，嘛为了即个囡仔，甲上帝面前，搁一摆感谢，搁一摆献上感谢。这个叫做不可能的奇迹，这个电影 Breakthrough 叫不可能的奇迹。对啊，这是真实的故事。这个囡仔竟然醒起来，吼，竟然活起来。啊，这首歌当然是个这主题曲哈。I'm standing with you， 咧讲到一个老母的疼。虽然囡仔已经死啊，但是伊犹原伫迄个所在，伊毋是要甲上帝求讲，互即个囡仔活，但是伊讲上帝你的确有新的意思要甲阮讲，新的功课要互阮学习。伫迄个中间，竟然是囡仔，要也阁醒起来。所以上帝为了要照顾每一个人，伊创造这个老母。那安尼，咱会当学习最近来看妈妈的疼，还是爸母的疼。第一款的疼，是迄款囡仔成长的过程，面对足多挑战，面对足多挑战，对无？囡仔，你甲落屎落尿到一天甲你大声细声，迄个时阵你都爱阁足忍耐的呢吼。咱讲叫做叫 growing pain，growing pain， 即款的疼是生命成长的过程吼，你甲照顾愈顾是愈气啊。啊，毋过吼，你阁袂用甲呆落去，你阁安尼甲笑，你阁甲慢慢甲笑，迄你会发现到即款爸母的疼，是阿公阿嬷的疼，即款硬假囡仔成长中间所来的挑战，你会去好好陪伊听伊。第二款，就陪伊斗阵，你陪伊的疼，而迄个疼本身嘛会成长。面对3岁囝，甲面对17岁囝，你的疼无共款，你的疼嘛继续成长。敢若亲像即个影共款，你陪伊、牵伊，你会发现到你家己的疼嘛咧进步、咧改换、咧改变，家己嘛得着成长。老母的疼，还是讲爸母的疼，伊会成长、会改变。第三，老母的疼还是爸母的疼，常常毋是伫伟大的代志。会记得2礼拜前我讲到有讲到无？讲一个小学3年级的讲作文的题目袂晓写，迄题目叫啥？读3年，结果老师教写作文，大家拢写了，敢若伊无写，为什么无写？因为主任学老师甲阮教讲不能有偶像，迄作文的题目叫做我的偶像，不能有偶像啊！哪会当写即款作文的？所以拢无写，全班20几个，大家拢写了，敢伊无写。老师去甲讲，转去叫恁爸爸妈妈甲你教。伊就摕迄转去，阿嬷才敲电话甲我讲讲，老师啊，这要安怎？吼，阮孙因爸爸当囡仔爸爸妈妈袂转来，孙转来讲这作文。原来啊，人世间咧讲偶像，毋是咱咧讲去庙拜拜的偶像。人世间咧讲偶像是安怎？路的小女孩，我的偶像是蔡英文打波的我的偶像是甚物人？逐工下晡2点，迄个甚物人？对这个孙听懂了啦。原来是安尼做榜样，有一个榜样，有一个学习。其实咱坦白讲啦，遮做爸母阿公阿嬷，你敢会期待你的囡仔变蔡英文、变陈时中？没有那么大啦，对不对？你对伊的疼。毋是表现伫即款安尼压力的所在，你对伊听拢是逐工安尼落屎落尿、煮菜啦，发落遮有当遮甚至互囡仔感觉足机车的对无？毋过你对伊听就是伫遮，咱做囝儿的嘛体会，咱的是大人对咱的听，定定伫遮个所在表现。后尾一项，老母的听、爸母的听，会激励囡仔。等到有一天的时阵，即个囡仔大汉啦，伊知影要安怎将即个听。回应互爸母，也是讲分享互四周围需要听的人，代代相传。爸母会听，老母会听，会成做一个模范，互囡仔学习到，会传互四周围，成做四周围的祝福。所谓交家中间，听讲最会反哺，同会晓友好妈妈是甚物款鸟啊？正平迄款鸟啊，对。乌鸦，
台语讲叫做啥？哇！那照诗句来讲哦，老母饲这只鸟啊60日，有一日，这只鸟啊会饲老母60日，逐工出去稻耘啊啦，什么糖啊加来啊，互妈妈食，逐工60日，这是诗句顶头，你登去看卖，伊咧讲着，所以老母会听。你对囡仔，虽然有当时囡仔的亲像咱拄仔讲的迄款呢，陪伴无了解，甚至等等真侪遮的功课，互咱学习。毋过，咱毋望咱对伊的听会激励伊，嘛互伊学习到要安怎诚做别人的祝福。为什么会当安尼？因为约翰一书4章19节安尼讲，预备来，咱有听，因为伊事先听咱。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无论是父母对囡仔、阿公阿嬷对囡仔听，还是咱做是谁回应是大人的听，来分享给四周的人，拢是因为上帝伊先听咱迄款永远袂无去的听，永不止息来讲是这听，永远袂无去，袂无去就是永远存在，永远存在。这是对咱来讲是真要紧的学习。所以少年堂客来啊吗？少年堂客甲我讲，因11点10分要来，因为伫咧即中间，拄仔我有讲着，咱教会少年堂客，因特别为着咱来准备，所以准备一个里面，咱面线记伫哦，所以妈妈你摕转去，莫家己安怎？即届你毋通家己煮，啊，毋过相对的哦，你的囡仔、你的孙要开家私，你着爱开哦，看伊家怎开，嘛莫家念讲水伤少，放落会糊去。你就可以煮看卖吼，面线可以家己煮看卖吼，所以吼，这少年人吼足认真做诶。啊，咱过去即几礼拜吼，咱的迄个咱的迄个礼拜人数较少嘛，对无吼？啊，今仔日母亲节，啊，所以阮传的吼，这少年人传的迄个母亲节的礼物吼，拄啊吼，我接到一张通知讲，欠几份。所以王紧，你才摕，我是感觉安尼啦吼。现场吼做中级的妈妈吼，你先爱摕安尼，吼安尼就互剩的咱拢会当先摕，因为至少关怀曙光部吼，甲少年堂客知影讲什么人。所以来，咱即摆请少年堂客入来好无？我是感觉一个要紧的功课吼。你的妈妈来伫现场，你妈妈迄份你当爱家己摕互伊。好，来，请咱现场的妈妈起立来。咱现场的妈妈拢起来，拜托。来，请咱起立吼，难得的时候，请问一下楼上还有人起立无？或者孟芳起立这边，还有主右去楼顶无？这边，二楼顶头有人无？有吼，有人起立。OK， 好。对，来。啊，摕互你的这个囡仔吼，你小你熟悉一下，看是什么人？这种少年团客吼，楼顶有哈。来，正面这边。主要要楼顶上。啊，嘿，着咱先坐落去哈。来，加个无？好，加个来，等了息了吼。来，来，孟芳后壁遐，好，在这边，对。燕志杰摕到啊吗？好，来。这有做妈妈，有做阿嬷，有做阿祖的哦。咱今仔日现场已经有人做阿祖吼，请坐吼，大家来，下个，来，前面很主要这个地方哈。这边拜托牧师娘倒看一下吼，咱若分甲倒位无够吼，真是的。来吼。会记得吼，来吼，圣歌队来，吼，因为圣歌队也是中级，咱较好认定啦。啊，简妈妈咧，来简妈妈吼，来，还佫，到今仔早起吼，关怀曙光部过来问我讲，牧师啊，准备安尼敢有够？我嘛唔知吼，我嘛唔知，因为这一两个月受到疫情这款的影响，所以咱真感谢主。若徛伫我的立场吼，逐摆人问讲牧师会用去教会无？我拢嘛讲欢迎光临，对无？不管什么款的情形，
咱的确会当踮咧即个所在三甲敬拜上帝。这一个真重要功课。即个心愿，毋若敢若做囝儿的、做爸母的，咱有一个要紧的心愿，嘛毋茫咱踮咧树林长老教会最近学习的，就是咱的士大人。咱虽然讲天父上帝，但是真侪时阵，咱经验到即个上帝，敢若像妈妈伫咧疼惜，遐尔啊温柔。我常常感觉即个上帝，伊比互我敬畏老爸的形象有搁较侪，互我甘愿老母的形象。了解这意思吗？妈妈的疼，常常互我欢喜甘愿来回应，迄款的温柔，迄款的吞忍，迄款的安尼，我家己对爸爸妈妈的印象。对我读小学6年开始，我妈妈得到帕金森，巴金森氏。我读小学6年，1969年的时阵，伊就开始已经袂好势。迄阵啊，毋知叫帕金森，一直到2004年，你看这中间经过遐久，伊无啥物力，干那囥咧食饭。伊知影伊食饭食好用，囝儿就较轻松，互身体健康。所以我对阮爸爸的疼，甲对阮妈妈的疼，迄所经验到吼，老母迄款的坚韧、坚持、忍耐、温柔吼，甲阮爸爸互我迄款的学习，拢无共的。我感觉咱的士大人上帝，这两个生命的特质充满束缚伫咱的中间。所以当咱的祈祷的时阵，咱当然袂讲士大人上帝啦，吼，咱习惯讲天父上帝。但是中间有对妈妈迄款的感情的一个感谢，对伫即款的疼，永远袂无去的疼，咱毋茫兄弟姊妹拢会当回应。第一个面前，毋若诚做伊的囝儿，搁较要紧，诚做伊忠实的门徒。所以咱最近来吟505首，毋茫咱的主的面前，诚做伊的所爱的囝儿，嘛诚做忠实的门徒。来。我要忠实，无辜负人的信任，特别无辜负天父上帝对我的信任。我要忠实，无辜负人的信任。我要出钱，因为有人我信。我要坚强，面对世间天苦难。我要勇敢，贴好人生安乐。我要勇敢，贴好人生安乐。我要听人，我要听人，无对天下朋友。我要思想，信心无求无求。我要听命，在我心是天快乐。我要勇敢，活出天涯的路。我要勇强，请起立，一起唱唱。我要祈祷，是天无人爱伊乐。我要祈祷，请君天父保重。我要专心，行走世事万流。我要坚信，因天有主看我。我要坚信，因天有主看我。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因为听阮来到这个世间，搁开阮心灵的目睭，看到你奇妙的心意。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的灵魂会当你的听内面完全幸福，回应你奇妙的邀请，通为主来活，
嘛诚做四周围的人的祝福，互咱踮树林长老教会这个信仰的大家庭内面，毋若对主有心愿，对别人有心愿，对阮家己，阮嘛有一个心愿，就是会当诚做主你忠实的信徒。我咱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咱做阵来奉献，奉献的时阵，咱唱献做活祭。现在请起立。这下子，咱最近来念经句，迄间经句是马太福音19章19节。马太福音19章19节，我读一届，大家做阵念2届。马太福音19章19节，当着敬你的父母，着听你的厝边，亲像家己。咱做阵来，马太福音19章19节，敬你的父母，着听你的厝边，亲像家己。马太福音19章19节，敬你的父母，着听你的厝边，亲像家己。那欢迎报告，现的确可能无新的朋友来到咱中间。咱也欢迎迄个伫网络观顶的朋友，时间是到，请大家转来做礼拜。好，那咱也无其他的，咱来做阵关心咱教会的圣工。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做伙来关心教会事工。后礼拜是玉山新学院奉献主日，总会干事郑婴儿牧师前来本会讲道请安。后礼拜中昼12点，爱教团契举办圣经研习，全程直播，欢迎兄弟线上参加。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配合政府规定，小会特别做以下公告，而且执行到5月底。
108年度第1学期奖学金会伫个5月24号第2场礼拜中颁发，名单请看周报。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实体聚会，小会议决今年无发送母亲节礼券。另外，感谢少年团体制作母亲节卡片，今仔日到教会来的妈妈一人一份。欢迎兄弟以行动支持，而且参与本会各项的事工。请为参加5月16到17各中会考的考生代祷，愿上帝看顾甲保守。请继续为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代祷，愿上帝安慰甲医治。感谢主，互咱今仔日会当踮伊面前三甲敬拜。除了拄仔所讲遮的事工，特别是即礼拜六、甲礼拜国中3年，咱叫做会考，咱有几多位少年朋友，因都爱参加考试，咱特别为祈祷。另外就是咱所敬听的市洪模兄弟。伫个5月初9，就是昨透早安息伫主的怀抱，但特别恳求主怜悯看顾，包括约位老师甲因的全家族，会当伫这段时间更较深来经验到主的同在，以及对天所来的安慰。这个一般咱伫个有兄弟姊妹安息的时阵，拢会有一个安慰的家庭礼拜。因为即马需要较适当的空间，踮咧客厅有影行会较晚，所以即礼拜4暗时7点半的安慰礼拜，要踮咧教会举行。因为咱踮咧客厅有影会较晚，所以大家若时间会好势，咱会个通欢迎拜4暗，即礼拜4拜4暗7点半，咱踮伫即个所在来举行安慰的家庭礼拜，感谢主的怜悯甲慈爱。约位老师甲因的囡仔，今仔日嘛有伫咱中间，但咱礼拜煞会当互相大家请安，也伫个约位老师伊的身上，咱看到真水坚定的瓦壳，甲真水的见证，咱求主继续保守，继续保守。所以即时除了教会事工，也包括咱家己个人，你所爱行爱面对爱三甲学习的功课，咱起立开咱的心，也开咱的嘴，同齐来祈祷。修完堂互款的堂菜，所以，踮伫即款的一个地方，互阮看得出，提考早起时完美欢喜，做事，这是你所应允的。感谢你，恳求你继续来帮衬，来保守阮大命做事做辛苦。万关能的主宰，阮的上帝，阮感谢你。虽然这个世界有真大的变动，敢若亲像一暝中间经历着侪的啼哭，但是当阮早起时起来的时阵，阮要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看到上帝你所甲阮陪伴，新的目标、新的事，你行伫这中间。恳求主你看顾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你面前的祈祷，照你所应允的，当阮来到你的殿，你要目睭紧，耳孔听，阮伫你面前的祈祷。无论是教会的事工、教育馆过来所面对高处锐中，也是阮各团体小组渐渐恢复聚会，兄弟姊妹阁会当欢喜快乐三交陪三大祷。要紧的，阮有真侪兄弟姊妹，主啊，阮需要你加倍祝福，互阮的身体得到健康，心神得到勇敢喜乐。愿你这款的慈爱怜悯，拢无离开阮。阮特别要恳求你祝福看顾约位老师甲因全家族，伫这段因人生要紧的功课中间，搁较深经验主耶稣你的同在。互伊无惊吓，嘛袂孤单，因为至好朋友主伊拢无离开，亲像你无离开阮每一个共款。感谢你，通互阮行伫你为阮陪伴的道路顶头。阮安尼感谢基督，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上营399首，愿上主大人来。上营结束，咱请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甲恁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主国来，阿门。再请坐，来倒笔会。